较少人认识我。那志宏大家比较熟悉啦哈。那很高兴哈，就是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在这里可以见证上帝他给我大大的一个恩典。就是在上个月礼拜结束的时候，一根长老他在楼下遇到我，他牵着我的手跟我说他要跟我商量一件事。其实他牵着我的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要跟我商量什么事了。那我也很愿意啊，因为我有一个深深的感动，就是上帝的恩典一直以来，他时时刻刻都和我同在，他应允我，还有保守我哈，做些代志。所以我特别当家嘛，要学到上帝，我嘛要感谢上帝，赐下这个时间，我会使甲伊对我的父爱甲伊的文章吼，当家交大家分享吼。首先我要交大家分享的就是，自细汉我的家庭就是一般的道教的家庭，所以我按到我一直都到第二工作，所以上帝福音其实拢一直叫我做伙吼。那一直上帝嘛一直带我。所以伊嘛，我是西教志吼，所以上帝吼嘛，甲我带入来基督国度的家庭。尾仔伊嘛去选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妈妈嘛。我的妈妈吼，我跟妈妈的感情一直拢足好诶，所以在我结婚了，我嘛是拢常常回娘家。所以刚刚牧师讲的那个女儿仔，我也是蛮贴心的。对啊，妈妈都会帮我准备案的。什么好的，就是有好东西要给我，因为特别帮我拿，所以我拢常常就包细包的物件，换到摕转来台南吼。有一天我下班回去，妈妈甲我讲伊的腹肚可能感觉闷艰苦，我本来是9月底啊，我想说可能是肠胃炎，我就讲无要紧，我带你来胃肠医师那边肠胃科那边看看。结果我就带他到胃肠医师的那个诊所，结果王医师帮他扫超音波，就意外发现我妈妈都有腹水。那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腹水？可能我是一个护理师啊，我在病房上遇到有腹水的情形，大概就是像肿瘤的，病人比较多，所以我就烦了，讲我妈妈敢是有对有肿瘤，可能我就开始比较他负向的一个思绪，我拢烦恼妈妈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所以王医师建议我们隔天爱去病院做检查，所以我隔天就带妈妈去马都西路，我们就去抽血，我去抽一寡癌症指数的部分，那还有也是建议讲爱去做大肠镜，就安尼我就开始去做检查，隔天去医院的时阵，我嘛发现到，我妈妈迄阵仔的血压拢足悬的，伊拢悬到差不多180到200，可是她平常伊平常时一定拢出侪高血压的药来食。我妈妈嘛透过迄阵仔检查嘛发现到，伊嘛拢平衡，伊的血小手达7点多，可是阮平常时拢无去注意到。迄阵仔伊的体重嘛减轻了7公斤有7到8公斤，结果也是在医院就是扫超音波嘛发现到伊的右侧的肾脏都已经萎缩了，没有功能。它就是纯左边的肾脏，那边有萎缩，但是可能就是也是靠着左边的肾脏在维持它现有的一个肾功能。所以我看到迄阵啊，看到我妈妈的心态太嘛，整个好像整个走下坡，怎么太安尼啊？我做烦了，我真的是烦了，刚不知道怎么说，觉得自己都渺小，都无助。我等伊的时阵，我嘛甲志宏讲我妈妈的情形伊看我遮烦了，尾就甲我讲一句话。唔免烦恼遐济无代志，其实我心里还是足忐忑的毋过我嘛知影，因为即句无代志，我感觉我可能上帝爱搁琢磨我搁较济信心，所以我甲我家己讲我爱我靠上帝，所以我嘛知影讲我们教会有一群代祷的勇士，我甲志宏讲明天搞诶，你帮我摕一张代祷卡回来，然后我真的就是赶快写一写，因为我知影我甲我所烦恼的代志，我写伫代祷台顶管，咱教会的代祷勇士会为我妈妈做祈祷，所以就安尼阮就开始妈妈来病院做一连串的一些检查。其实我妈妈做检查真正是规身躯拢检查过，伊敢若讲伊敢若剩头壳无检查，剩的拢检查。伊捌去迄个奇美做腹部电脑断层、小肠摄影、大肠镜、胃镜，个肿瘤指数。那妇产科妈妈也子宫之前年轻的时候有放了一个避孕器，也放了40年了。后来我们就想说把一些可能会造成腹区的一些腹水的原因
我们也就是去做了一些处理啦。那这中间哈，我到过麻豆新楼医院，到过奇美医院，到过成大医院。那马照会过心脏科、风湿免疫科。那一度哈就是都找不到原因，有怀疑过哈，刚起了全身性红斑性囊疮，还是讲哈是不是有哪边有肿瘤，都是无去有安发现啦。所以大概哈我看到若要抽回看报告，还是讲哈若检查了吼，医生要甲我讲报告的时阵吼，我拢爱祷告一下，然后哈，祈祷哈，就是上帝手术意外平安伫妈妈的身躯顶吼。所以我都有一摆，我印象很深刻的，我妈妈伫奇美医院，啊妈妈下晡差不多4点外吼，伊要做大肠镜跟胃镜，然后阮就伫病房里等。然后到3点外的时阵，其实规工落来吼，妈妈因为拉肚子吼，拉到全身无力，她可能伊嘛足艰苦的啦，肯定嘛不舒服。啊，阮两个嘛都烦恼讲吼，大肠镜检查会不会有啥物发现？所以差不多到3点外的时阵，就是有遇到那个一群那个也是传道的姐妹吼，因就来北南吼来唱诗歌，然后问阮讲吼，阮等下要做啥物检查啦，阮就甲讲，讲吼阮帮你祈祷甲好，就讲好啊，然后就安尼就帮阮唱诗歌，佮祈祷了。其实妈妈吼嘛做伙也讲阿门。其实当下我心内有上感动，因为我妈妈伊无啥捌上帝，所以我感觉吼，有这个机会，妈妈会使接触到福音。那透过这样子吼，伊互阮伫迄阵咧等检查的时阵吼，心内吼佫有较侪信心啦。所以就伫安尼一个半当的检查的过程吼。对，就是刚才在讲，没有得到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啦。那我妈妈吼，就是伫检查的过程吼，初步发现可能就是伊的肾脏的功能无好，啊，伊的肾动脉吼也可能较矮，所以到尾啊吼，就是透过放支架来处理他的一个情形。那所以到即阵吼，其实我妈妈的精神体力啊，搁出我报告拢慢慢恢复正常啦吼。那血压像现在他药也吃得很少，血压即摆嘛控制到袂歹。啊，伊的体重上较重要，讲伊的体重吼，即摆吼还搁开始减肥呀。所以我就觉得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半当来吼，我拢是透过那个上帝的话来安慰我。啊，我嘛透过《奇恩典》这首诗歌吼来兼顾我，来支持我。啊，毋过我真正更较相信的，这是我们代祷团队吼，他的一个祷告所付出，上帝所听到的一个声音，所赏赐给我的一个恩典，好吧？这样呢，经历到上帝跟我的同在，所以我伫家我真的要得下代祷团队的一个付出。嘛，未来也是希望说自己的灵命吼可以更成长。那我以后会使搁有咱会使交志宏做搁较侪的服侍。以上这是我的分享，多谢大家。